钟会当暧昧那个蜀汉呢？那姜维让他们自相残杀，是姜维的计谋啊，让他们窝里反，是这样的吗？钟会后来计谋也没有成功，也是要死了，还被剖腹了。我说你胆子像鸡蛋那么大，还有2次提到说心忽然间很痛，是心肌梗痛啊，心肌梗塞的心痛吗？2次提到说忽然间心痛，造成事情没有办法成功。姜维是姜太公的后代子孙呢，上户出，姜太公吕尚啊，系从上户出的。姜维是姜太公的后代子孙啊，武侯是诸葛亮。